甲大福尽请安。起来。是。你踮遐咧探头是啥物代志是？小是要来查看小王爷是毋是伫咧遮，因为娘亲王要来探访伊。假如伊毋是呾对外面倒转来，敢讲伊又搁出去啊是？应该是袂啦，因为小王爷拄则才交代小的，就爱家己准备莲子汤。我哪会知影讲，分一个身煞无看到，啊偏偏这个时阵，娘亲王又搁要来拜访伊，现在伫咧大厅伫咧等待，小的只好满王府来伫咧找小王爷。凤仪，我伫要娶某，你有欢喜也无欢喜？当然是欢喜咯！自细汉看甲你这么大汉，即摆又搁要成亲啊，我哪会讲袂欢喜？凤仪，当年君若搁互你看到，你更加搁较欢喜。伊不但貌美如花，搁会晓琴棋诗画，伊是一个女才子呢。也毋过小王爷，大福真的希望是你娶明伦郡主啊！这我知影，我有甲母亲讲过啊，我无愿意甲明伦成婚啊。小王爷，这件代志事关重大，大福尽所有的希望拢寄到伫你的身上，你假使若无听的安排，伊一定真失望。我明着阮母亲的意思，伊是希望讲我娶明伦郡主，会当争取到太子的地位。也毋过，我无愿意做太子，更加无愿意将来登基做皇帝。凤仪，我只要若会当娶到当年君做家后，我就再也无遗憾咯。搁再讲，母亲就是母亲，伊希望我做太子，伊也是为我将来伫咧想。虽然我无愿意，我想，阮母亲伊袂勉强我。这件代志，大福真知影无？伊还阁毋知影。凤仪，我有替当年君准备伊住的所在已经好啊。伫这王府附近的名叫绿梅阁。凤仪，我打算讲后个月25日要迎接当年君去住咧绿梅阁，也准备26日阮母亲拄寿诞的日期。当阮母亲伊寿诞的宴席，在伫众人面前，我要宣布讲我要娶当年君。小王爷，你千万袂安尼做，你千万袂安尼做。小王爷，顺安一世界咧找你，讲是娘亲王来拜望你啊。凤仪，我来去。这个囡仔，将代志甲伊看甲遐尼真天真，这件代志我嘛毋知要安怎办才好。啥物代志？大福气，起来，小亮，出去。是。你这如意来找你创啥物？无啥物啦，因为小王爷吩咐路边替手2个兄弟。因为做官定定无伫咧府中，你敢知会去啥物所在？到底毋知影。甘正是毋知影。花边大福节，路边确实毋知影。
讲你毋知影这是真正常。你是我的查某囡仔，小王爷的代志，你若逐项知影甲清清楚楚，安尼敢毋是会使我愈怀疑？好，这尔侪年来，我一直将你当作是我的亲姊妹伫咧看待。最近我心情真乱，讲话若有较过分，你就唔通见怪。大好姐，罗比毋是忘恩背义的人，莫讲是大好姐，你骂我几句，你就是讲爱我死，罗比也绝无怨言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句话是你家己讲的哦。哈哈哈！大福晋为着要达到最大要的目的，竟然会变到遐尼多疑、绝情，偏偏如伊这个囡仔，又搁遐尼啊任性。大福晋若知影讲会去爱着当练军，毋知会引起什么款的后果。小王爷送这个贵重的礼物要互你呢，我才无得稀罕。哦，当然good，你唔通袂记老夫对你讲的话啊！马春生，你唔通逼人太甚。我答应你，甲你来行社，也答应甲小亲王见面。安怎？即摆伊送这个礼物来，我无介意，无愿意收。你又想讲要搁命花阴关的地官，将文凤坡掠起来是？哦，等哥呢，你唔通将遐怨气拢发伫老夫的身上啊！我坦白甲你讲，老夫完全是遵照陆亲王吩咐行事啊。伊是当今皇上最宠爱啦，无定着有一日皇上是封伊为太子哦。所以啊，伊若讲的话，什么人敢无来顺从啊？我也是劝你啊，较识相。你若是假讲有全心全意来互伊欢喜，一旦若是到互伊面热起来，不但讲文凤坡保袂了死，连你甲到你的查某囡仔，以及文家的族人，连惊讲一个也会当活入世间。你若想讲无要害文家抄家灭族，你就乖乖去皇帝陆亲王。以陆亲王的家世，人品，赢你文凤坡是赢你几百倍哦。老夫劝你，完全是好的啊！你家己详细再搁想看卖啊！哼！陆亲王驾到。是叩见小王爷吉祥平安，谢小王爷。
当官，这物件有介意无？多谢小王爷好事。其实联军毋免用这个物件，啊？为什么免用这物件呢？姑娘天香美红妆哦，我是恁落在心中。这份娇艳上辉映啊，无土的分别又成香。联军本是可命令啊，好用心中来加在心。阮无爱胭脂甲水分啊，无体自己哦看得轻。听书的伊在生啊分前呐，夫君必比命贵啊天，莫怪不肯来敲眼边呐，是用比爱伤在心田。当姑娘啊，想了解你的心思啊，无怪将你来了受事。你是中安女财主啊，拜求解阮心意思啊呀！当姑娘，小王为你起一座顶楼，名叫立文阁，内面栽种你真侪喜爱的绿梧梅。哈，当姑娘，小王准备打算讲下个月25日，要迎接就当姑娘到迄个立梅阁居住。不但迄个所在景色宜人啦，环境是非常的清幽。看你是要小门吟诗，或是要弹琴读书，你若踮迄个所在，你心肝内的串相真紧就传入了。伊以为我若带进入美国，就会当袂记啊问公主，明明是在做梦。当姑娘，也无互你好休息，小王令你出过来看。小姐，你看小王爷对你足好的呢。我有听马大人讲，因为有种足侪梅花，听讲是小王爷派专属去南方摕转来，而且所种的拢是你上爱丁位梅哦。伊安尼做，只不过是想要得到我的心意。小姐，一个人爱一个人嘛无毋对啊，伊安尼做嘛是要互伊爱的人欢喜，敢讲安尼也毋对哦。伊无少用着阮公主的性命来伫咧压迫我，敢讲伊安尼做是对事？伊对我搁较好，我袂原谅伊。阮公主
伊离开我搁较远，我永远都无法度甲伊忘记。表兄，为着表嫂的代志，我面家人四处伫咧探听，只有陆王爷伊咧准备喜事，而且听讲伊伫迄个陆王府的附近，嘛有买一栋锦楼大厦，而且伊的名改号做陆梅阁，而且伫迄个园内也有甲伊种真侪的绿梧梅，连规家仔路的人若行对遐过，都拢有闻到迄个梅花的香味。表兄，陆王爷搁再无偌久，伊就要甲明伦郡主定亲啊！我想，伊买即个陆梅阁，一定是准备要做因的新房的，其他都无消息啊。陆公母，连阮最体介意的就是陆公母。等待你我行那成亲，再种两梅我家人。有妻相妹大恩爱，今时连对论文在。你敢是文王婆哩？伊怎样会来京城的？对，伊一定是要来找当年君。